德善健發同你一齊從頭出發。從頭出發，主持劉遠斌、張心。開始啦，從頭出發嘅節目啦，先係同我嘅拍檔打聲招呼先。呢位咧就係中醫師張心，張醫師你好。Hello， 大家好。咁啊，張醫師，今日我哋當然會繼續講下啲頭髮健康嘅話題啦。咁啊，千祈唔好忘記，雖然我哋講話頭髮健康，但其實我哋同身體健康係扯上好大嘅關係嘅。往往你會見到頭髮健康點解同呢個身體健康扯上關係咧？我哋都講啦，其實頭髮係最後得到營養嘅地方。如果你話連頭髮都得唔到嘅話，你要諗下會唔會其他嘅部分咧？尤其是中醫講五臟六腑咧，都有好多其他嘅方面出咗問題啊。咁啊，頭髮健康，我哋以前其實講過就話，嗱，基本上如果你睇表面上嚟講，佢係對生命冇乜危險嘅，最多係唔靚仔啊、唔靚女嘅啫。你其實如果唔介意外觀啦，就算你唔理佢咧，問題都唔大嘅嚇。但係咧，可以咁講，其實頭髮如果佢係有問題咧，係你身體某啲器官或者你某啲部分咧，佢產生咗一啲小問題，其中一個嘅外在嘅signal，外在嘅一個嘅反應，咁亦都可以咧係揾到，即係我哋中醫常都話係一個叫循證醫學，即係話由你一個小問題就可以知道你咧個源頭究竟出現咗喺邊度啦。冇錯，咁啊，所以其實我哋通常講呢一個頭髮健康咧，有時都係忍唔住咧會講好多同身體健康有關。一陣間我哋呢個主題都係啊，咁啊，好自然咧都會講同身體健康。咁但係咁大嘅部分會喺邊個地方係頭髮出咗問題嘅時候咧，同邊一個嘅器官可能都係有啲息息相關嘅部分呢。咁其實我哋得1連2個禮拜，今個禮拜我哋就會講係同心臟啦，下個星期咧會講下同前列腺。不過喺未講呢個主題之前呢，張心文，我突然間有一個有感而發，想同你分享一下，即係最近我隻爸爸身體唔係幾好啦咁樣，我突然間咧感覺到一樣嘢。以前咧我覺得咧有仔女咧冇乜大不了啊，甚至乎我覺得哇生咗個5億嘅仔5億嘅女，即係攞嚟搞啦，係咪先？咁最近我為我爸爸好高興，好彩佢有6個仔女嚇。點解咧？因為我發覺原來咧當有一個人有病嘅時候，尤其是年紀大啦，你知道我哋其實我自己碰口碰面咧，同我即係啲朋友講開呢個即係父母啦病咗之後，其實心裏邊咧好擔心啊，或者有好多時候你會覺得原來即使你可能係有好多以前嘅唔開心嘅發生過，或者諸如此類嘅事你發生過都好啦，你見到佢哋咧病啦衰弱啦，你會覺得心裏邊好硬住嘅，同埋你會曾經一齊唔開心嘅事，你都會已經係原諒咗，絕對係已經抹晒佢噶啦。係啊，絕對係。咁啊，亦都會諗啊，點算呢？佢有咁長時間要喺醫院裏邊去度過咁我突然間就發覺原來咧有兄弟姊妹多咧，好堅嘅。係，因為你可以輪班啊。係，你話呢個時間啦，1、3、5、我2、4路咁。我突然間諗，我同阿張心都冇細路㗎，即係如果日後我哋兩個咧有啲咩冬瓜豆腐，即係或者其他啲聽眾有啲咩嘅需要入醫院，有翻咁上下年紀嘅時候，你有冇諗過邊個會照顧你咧？你會點處理好咧？如果你問我呢個問題，其實我一早已經係有晒呢一個準備嘅。真係，你會點準備？嗱，我自己咧就比較係一個積穀防饑嘅人啦，咁啊俾心機年青嘅時候揾多啲錢啦，咁啊然後咧就係到老咗咧就可能會自己成立一個係因為即係自己身體唔好嘅一個健康嘅基金啦。總之就係話我可能會委託一啲人啊，咁佢哋咧就係職業地去照顧直到我終老為止嘅。即係如果我真係冇細路仔啦嚇，咁即係其實我計過晒數啦。總之咧就係我由預翻筆錢啦。咁其實人嘅最大嘅醫療負擔咧，其實喺臨尾嗰10年嘅，係啦。咁你真係計啦，如果你臨尾嗰10年你 touch wood，即係譬如我老咗啦，又唔行得，又唔食得，又唔喐得，咁我就計晒數咯。早晚有日夜看護仲有工人嘅錢係幾多啦？係啦，即係其實你呢筆錢咧就唔係俾你自己細路仔，就要俾專業人員咧去幫你照顧啦。咁其實而家嘅城市嚟講咧，就其實外國都係嘅嚇。外國咧就有專門咧就係即係我哋話好似老人院舍啦，或者佢有啲咧就係私家嘅，再即係高級啲嘅。我自己屋企人咧就有一個長輩咧，佢年青時候咧就係做私家看護嘅，即係喺醫院入邊咧就係一啲有錢人嘅醫院啦。咁佢就24小時要陪宿嘅，咁變咗咧就好減散咗咧，就係即係嗰個子女嘅嗰啲嘅壓力啦。咁可能受到呢個啟發啦。咁我就發覺，咦，原來老咗之後，如果你冇仔女嘅，咁難聽啲講啦，你一定咧需要咧係有一定嘅經濟能力啦。如果你冇經濟能力嘅話咧，咁你就好凄涼。係啦，你就會咧選擇性咧就會少好多啦。係啊，同埋即係當然頭先我本來想講就係話，即使你有職業嘅一啲嘅譬如話醫護人員去幫你手都好啦，其實咧仔女嗰種關心啦，即係你係冇辦法用其他人去代替。譬如我見到我爸爸病咗嘅時候咧，我哋幾個仔女咧，其實係
日夜咧都喺度諗點樣去令佢好啲啦，佢有咩中意食啦，然後跟住點樣令到佢可以食多啲，唔好扭計啦，又要。但係我覺得如果我哋係一個普通嘅醫護人員，當然好多醫護人員好充滿愛心嘅，都好好嘅。但係我覺得其實嗰個感覺咧係真係好唔同。以前我從來都冇覺得呢樣嘢。我其實咧同我先生喺度諗過一個問題，我話嗱，如果我哋冇細路仔咧，咁如果呢一生人咧嚟薄有積蓄嘅話咧，咁邊個照顧到我哋兩個老嘢死啊？但係我老人家死啦，我就將所有身家捐晒俾佢。喂，我咁應該佢都會照顧得我幾好㗎啦，我相信。不過呢個係用一個經濟嘅誘因，經濟誘因去做。咁但係我只覺得人啊，又唔使諗得太多，佢係出於真心定係假意嘅。你走即係人生最後嗰段路，你覺得無牽無掛，即係樣樣都 OK 㗎啦。係嗱，亦都有啲家庭話，就算係子女啦，都唔一定話真係照顧得好好。咁所以都係要好講咧。我哋中國人講，你有冇晚福？係你係咪一個有晚福嘅人？有晚福嘅人就好似你爸爸咁樣，佢有晚福啦。咁啊，即係就算佢而家係即係比較疾病有嚴重嘅疾病啦，依然身邊有好多子女不離不棄。但係你其實試睇香港有幾多人有咁好嘅晚福？有咁多嘅晚福，甚至乎有啲人可能因為增產啊，因為有好多嘅原因啊，即係可能都係嗰句啦，一切就係話，即係同佢個本身自己嗰個緣分啦，有冇晚福啦，同埋佢自己咧到點樣教導係啦，點樣教導細路仔啦，同埋你哋呢一代同下一代係啦，亦都係有一個又係有個睇法又唔同嘅，係嚇，所以傳統嘅中國家庭觀念咧，其實我個人咧就係即係都好認同，我自己都係嗰種家嘅感覺咧，嗰種嘅聯繫力咧就好強，真係爭好遠㗎。但係而家嘅係因為比較即係自我啦，亦都會覺得自由好緊要啊，俾佢發揮啊，諸如此類咁樣。我自己做醫療，好多長者即係老咗啦，80、90歲期，基本上即係可以咁講，10幾年嚟都係工人照顧，因為子女都唔係一齊住，或者好多喺外國嘅。咁當然佢哋有一定嘅經濟能力，所以10幾年嚟都係即係工人姐姐啊，可能甚至乎早晚啊，有埋個私家項目，都係好多都係咁嘅原來。所以即係原來咧老咗要子女成群喺身邊啦。喺以後嘅日子會相當之唔容易嘅。係，同埋我自己即係呢個幾月裏邊呢，我有一個得到一個好深刻嘅體會，就係好好教你嘅細路嚇，即係好好教佢，唔係話淨係有自由主義啦，好好教佢做人，同埋喺所謂個家庭嘅責任上邊啦，點樣令到我唔係話為咗你將來，呢個當然一個好功利嘅講法，但係亦都係真係亦都係需要嘅，令佢知道乜嘢叫做孝心啊，唔係話你唔使俾錢我使嗰樣嘢，其實原來真係佢有個責任，將來佢要承擔緊佢養育即係其實講真啦，到最後咧係反而係倒翻轉，佢養育埋佢爸爸媽媽㗎，係要佢好似變翻做細路仔咁，由你去養，你一氹佢啦，真係要育佢嘅，我唔係講笑啊，即係你唔好以為我講嘅話係冇咁誇咩要養育啲細路仔先養，你會發覺大部分嘅爸爸媽媽去到嗰啲病床嘅前面嘅時候，去到嗰個年紀，其實佢好似你嘅仔女係嘅，係我哋話越活就越老啦，其實越活咧就係越細個嘅，真係，而且咧就越有童心啦，咁你亦都唔好同佢計較佢講啲嘢啦。一句啱聽，一句唔啱聽啦，唔好計較。有陣時你叫佢唔好食啊，咁佢又偷偷地嚼嚿叉燒酥啦，我哋都可以理解，因為佢係小朋友嘛。係嘛？我記得我爸爸咧，即係早幾日咧，即係佢好想要離開醫院咧，我哋就點樣氹佢都唔得。有一日咧，我就餵佢食嘢嘅時候咧，佢就擘大個即係突然間豈有此理，即係你要同佢鬥智鬥力啊！點樣對付佢咧？咁樣咁不過即係喺呢個嘅從頭出發嘅裏邊，當然我哋會好着重講健康嘅話題，健康身體同埋心靈啦，兩者係互相結合嘅。咁所以呢啲可能係一個題外話，但係另一個部分就係要好好咁注重你嘅健康。希望你呢一副嘅機器咧，能夠一路咁樣扶持到你係最後嘅階段。希望佢嗰個唔好咁快會出現啊！咁呢個十分之重要。一陣間翻嚟真係會詳細講下。有關其實你講緊話心血管疾病都係好多香港人好擔心嘅，你會講話中風啦嗰樣嘢，但係我哋有咩先兆咧？有冇啲嘢你其實可以留心？從脫髮嘅裏邊呢，原來都可以睇到一二㗎嚇。咁當然我哋都會翻我哋嘅主題啦，講到頭髮健康。如果你有頭髮健康嘅問題，無論你講緊脫髮啦，或者你講緊嘅一啲嘅喺頭部皮膚上面出咗嘅問題，例如話好多油啊、頭痕啊，甚至乎你會覺得好多頭皮屑咧喺呢啲季節裏邊呢，成日都會出現啊。咁當然有脫髮斑禿啦等等。如果你有需要嘅話呢，十分之歡迎大家就住你自己嘅脫髮啦、頭髮問題，可以打我哋電話熱線嘅1834-204接多個朋友啦。今日都會好似往常一樣啦，會有免費嘅頭髮測試，有一次嘅即係中藥嘅外敷療程，同埋今次張醫師你哋會送出呢一個養生嘅湯包喎。係啦，會根據佢自己嘅身體咧，我哋會送出呢個一系列唔同嘅養生湯包，包括有啲係合家歡系列啦，或者有啲根據佢嘅情況咧，有啲女士健康系列或者有小兒系列嘅。係啊，咁所以因為我哋覺得頭髮健康其
其實正都係某程度上反映我哋嘅身體健康，所以咧係裏裏外外咁樣做一個裏應外合嘅措施去處理你嘅頭髮健康問題，好嘛？好，電話號碼咧就係1834204嘅。發問專線1834204。從頭出發，主持劉遠斌、張森。今日張醫師啊，我哋進入我哋主題嘅時候講到話，喂，同心血管疾病有冇咁誇張？會唔會太過講得太過勁咗咧？咁咧，其實呢一個嘅講法咧，基於咧就係話喺美國嘅波士頓大學嘅醫學院，咁佢哋入邊嘅研究者咧，佢話經過多年嘅跟蹤同埋呢一個調查之後咧，發現喺同一膽固醇水平嘅情況之下，年齡喺25至55歲嘅男性咧，如果頭頂有嚴重嘅禿髮咧，佢患心臟病嘅機會咧係一般人嘅3倍。係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咧？係啦，睇到呢樣嘢咧，係啦，佢就話咧，因為原來咧禿頂啦，與呢個心臟病相關嘅可能性咧，就係源自於咧係話一種叫做即係令到頭髮男性型禿髮嘅二氫睾酮嘅呢一種嘅荷爾蒙咧，就係我哋講嘅男性荷爾蒙咯，一種作怪啦，即係話其實佢係 DHT 啦，佢呢一種嘅荷爾蒙嘅作怪啦。咁原來呢種東西咧喺頭就令到你嘅頭髮去甩啦。咁另外咧就亦都可能咧影響咧血入邊嘅血栓啊，佢嘅動脈入邊嘅膽固醇嘅含量㗎，即係話原來呢一種嘢，當你激活咗之後咧，唔單止你頭髮會甩到得，因為其實我哋知道咧 DHT 其實佢係會令到油分增加嘅。咁你諗下，如果我哋亦都有可能你影響膽固醇嘅水平，即係影響咗呢個脂肪嘅代謝。應該咁講，脂肪嘅代謝亦都影響咗呢一個 DHT 啦。咁令到血管入邊咧，佢嘅膽固醇嘅含量亦都會有唔同啊。即係話大家都係本來係同一個體質，但係如果你有脫髮嘅人咧，佢就係容易啲，相對佢個血管咧係有栓塞。但會唔會某程度上都只係一個顯示咧，而唔係話佢個油分咧係因為佢有呢個 DHT 影響咗頭，個頭就影響咗個心臟，反而其實因為呢種現象咧，就兩者都會有機會會出現。係啦，咁其實佢只係有啲補充嘅。咁佢就話咧喺美國嘅呢一個嘅有一間嘅心臟病嘅研究中心咧，佢就話發覺咧就喺過去42年唔係一個短時間嘅研究，因為你知道醫學研究咧就係今日又推翻聽日嘅，聽日推翻今日嘅嘢，好多時都係會講嚟講去。但係佢呢個研究咧就係喺呢一個過去嘅42年中啦，佢一直對數千名嘅男女嘅健康狀況咧進行一個跟蹤啊。咁佢就發覺咧入邊咧係有1334名男士有脫髮嘅情況。咁而呢啲男士咧發現，如果佢喺6年入邊，6年甩晒佢一半嘅頭髮，基本上呢啲男性咧全部心臟出現咗問題。哇！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資料，係一個資料嚟嘅。佢話原來喺實驗過程中咧，患有紅禿者基本上一半咧係有叫代謝症候群，即係話肥胖症啦、腹部肥胖啦、三脂甘油酸偏高啦、高密度膽固醇同呢一個嘅不足啦、低密度膽固醇偏高啦，同埋血壓高嘅。咁而冇紅禿嘅人咧，只有14% 有呢啲嘅代謝症候群，即係話好多時候佢禿頂，即係男性型嘅脫髮咧，差唔多一半。2個禿頂就有一個咧係三高症嘅，係啦，咁所以呢個調查都數據都幾多，同埋幾準確，亦都講得好仔細嘅啦，已經係。咁佢就話因為咧呢啲嘅即係呢啲有紅禿嘅人咧，其實佢本身嘅生活習慣咧，大部分咧都係會係中意食啲煎炸嘢、油分高嘅嘢、動物性脂肪比較高嘅嘢，都原來有同我食即係同我飲食有關。其實我就覺得一啲都唔出奇，因為其實佢同我哋中醫講嘅，即係你本身自己係有濕熱啦。中醫講因為你內即係嗰個肝腎差或者你脾胃差有濕熱咧導致油分增加，所以頭髮會甩。其實我哋用另一套語言啫嘛。咁所以喺呢個西方嘅研究當中咧，都可以證明到就係話，如果有紅禿嘅朋友，佢哋講緊話6年入邊譬如我21歲開始甩，我甩到29歲甩咗一半啦。咁呢啲朋友你要注意啦。你即係話喺6年當中，你嗰個心血管出現問題，你可能有50%。但係我相信咧，年紀越大，譬如話係30幾歲或者40幾歲開始6年入邊甩晒一半頭髮嘅人咧，呢啲人入邊嘅可能有心血管問題，即係話有三高症嘅機會率啦，可能比年青嘅時候甩嗰扎啦，就仲其實會高啲。係，因為同個嘅年紀都係一個好息息相關。尤其是個發病嘅年紀，我講緊係。冇錯啦。咁所以其實你睇翻就係年青嘅脫髮嘅男性咧，一般都未係話好肥嘅。但係去到中年咧，通常就係肚腩加脫髮㗎嘛，係嘛嘅狀態就係肚腩加脫髮。所以佢都係有可能嘅。咁啊，當然頭先你講到呢個咧，反而係提翻一啲即係聽眾嘅朋友。如果假設你自己有一個所謂嘅脫髮嘅問題，當然其實佢講咗一個現象啊。點解你會脫髮咧？如果假設你個脫髮係同呢一個叫做 DHT 咧，即係同啲油脂係有關嘅話咧，或者同你嗰個荷爾蒙係有關嘅話咧，某程度上，如果我要將油脂同荷爾蒙有個關係嘅結連嘅話，其實會唔會就係話呢個荷爾蒙嘅變化咧，令到佢油脂咧所有嘅分佈咧都難去處理，係都會多啲。其實就我哋知道咧。
就係油脂咧，主要係同個肝臟代謝有關嘅，同你內分泌啦，同你肝嘅一個對脂肪嘅代謝有關。大部分嚟講，其實有三高症嘅朋友咧，其實佢都係嗰個肝臟嘅對呢一啲嘅脂肪嘅代謝嘅功能咧，其實係差咗嘅。咁所以其實我相信中間咧都係有即係好確實嘅關聯性嘅。咁我覺得其實呢啲一啲都唔出奇嘅，即係我覺得都好符合嘅。只不過嚟講，可以咁講咧，就係冇乜朋友咧。佢係好關注原來我甩頭髮我就將來有呢個心血管病，根本都唔會咁諗。同埋我自己都好有興趣，點解呢一間嘅大學咧，其實會做一個咁嘅研究喎？即係佢梗係有啲藥廠去俾錢佢去做一啲研究，係同頭髮有關，先至發現呢件事啊。因為佢哋一路嘅觀察嘅過程嘅當中，已經咁多人喺處理心臟病嘅時候咧，佢都有個特徵咧，就係突發嘅問題咧。嗱，佢呢個就冇寫係咪藥廠俾錢去做研究啦？咁但係我相信咧就係話，因為其實喺歐美國家咧，其實我哋以前都講過，佢脫髮係比我哋咧亞洲地區嚴重，佢就會覺得呢啲。咁多人脫髮啦，佢除咗脫髮之外，佢身體會唔會有啲咩相關嘅 related 嘅嘢係其實係有啲徵兆嘅啦，而佢哋係唔發覺嘅咧，咁佢都可以基於呢個原因咧，就係去即係做出一個嘅研究嘅。嗱，其實咧仲有啲資料補充嘅喎，佢話咧就原來唔係淨係喺美國啦，咁其實佢喺佢話喺一個嘅丹麥嘅哥本哈根嘅大學啦，佢都話明顯老化嘅跡象，即係話我哋脫髮都係屬於老化嘅跡象啦，亦都反映咗生理而非即係話反映咗你嘅實質嘅生理嘅年齡。而非實質嘅年齡，即係話你有早禿。我30歲甩晒啲頭髮，40歲甩晒啲頭髮，亦都代表咗其實你咧係一個老化嘅跡象。咁我以前講過人老咧，血管先老，係嘛？咁佢亦都講緊就係話嗱，佢呢個研究就係由丹麥嘅哥本哈根大學去講嘅。咁佢哋就又補充個資料啦。佢話咧，呢一份呢就係話以11000名40歲以上為研究對象，咁佢就發覺咧就係話有3至4種老化嘅跡象出現喎。咁包括就係心臟病發作嘅風險有57%啦。咁就另外嚟講咧就係話佢咧亦都老化嘅跡象咧。亦都包括咗咧，就係髮線退後、頭頂禿、耳垂有皺褶、眼周咧就係有黃色嘅脂肪沉積。咁呢啲嚟講咧，都係話可以講到咧，就係話佢脫髮嘅朋友咧，其實同嗰個心血管嘅一啲相關嘅症狀咧係好有關係，都係屬於生理種老化嘅即係老化嘅一個嘅即係表現嚟嘅。係咁，所以如果頭先一路聽下張醫師講嘅時候，反而我覺得喺啲聽眾嚟講，如果你有呢一個嘅所謂嘅早禿嘅問題，佢嗰個禿咧唔係講緊話即係完全甩晒頭髮啦，可以係以前係好濃密，而家係變得好稀疏啦。其實你諗下。咁理論上啦，你隨住個年紀增加，你嘅人體都會退化啦。咁另一方面亦都如果你冇即係去處理過呢個有關呢個頭髮嘅問題嘅時候，咁你嘅如果真係同呢一個 THC 或者油係有關嘅話咧，其實你嘅情況咧只會係越嚟越差。咁點樣去掌握個時間去處理翻佢？嗱，其實佢亦都有啲嘅生活嘅建議嘅方法㗎。咁我都可以用少少時間咧去即係去講。其實呢個生活建議咧，基本上係一個三高症嘅生活建議嚟嘅。佢包括就係話一定要控制維持理想體重啦，控制咧就係脂質攝取量啦，烹調時應該要少用油粉啦，都係少油啦，係嘛？然後咧就係少鹽啦，然後以清蒸水煮涼拌烤燒燉滷嘅方法咧係去煮食啦，少食肥肉啊、雞皮啊呢啲含脂高嘅方法。咁仲有好多㗎，包括就係話即係少食一啲高膽固醇嘅食物啦，避免食咧含精製碳水化合物嘅，即係好似我中意食嗰啲蛋糕啊、甜品啊、粥粉麵飯嗰啲咧就都唔好食咁多啦。咁食奧美加即係含豐富奧美加3嘅魚類啦，秋刀魚、桂魚、鰻魚啦。咁亦都佢有講咧，就係話一定要避免呢，就係食即係呢個煙啦、酒啦、含咖啡因刺激性嘅食物。咁同埋咧就係話，如果你有食緊一啲抗凝血劑嘅朋友咧，亦都要小心啲食一啲含維生素 K 嘅食物啦，如好似話一啲嘅即係綠葉素嘅蔬菜啊等等咁樣嘅。呢啲會撞咗啦，會撞咗嘅，因為佢有心臟病嘅關係。當然如果你淨係有斑禿咪淨係你有紅禿，但係佢又冇心臟病，咁當然唔需要食即係唔需要話太過關注維生素 K 嘅食物呢一類啦。但係其實佢成套建議咧就係話根本上就係一個心臟病，一個三高症嘅朋友嘅建議，即係話如果你今日已經有紅禿啦，你嘅戒後咧就唔該你咧就要為咗你將來可能有機會患上心臟病咧，你今日有紅禿嘅朋友咧，應該咧就係改變你嘅生活習慣，係啦，而且係以一個心臟病嘅戒口同心臟病嘅要求咁樣去做，咁都幾痛苦。但係我覺得另一方面，如果積極啲睇咧，如果你能夠改善咗呢種嘅情況，會唔會某程度上都係對你嘅頭髮健康咧有一個好大嘅改變，或者甚至會有一個好大嘅進步咧？會有一定程度啦咁我相信嚟講咧就係佢話咧。
嗱，佢呢度有個講就話脫髮咧，可能係身體自我保護嘅機制。佢咧就話，其實當你發覺原來有脫髮嘅時候咧，亦都代表咗咧，其實你自己身體一定係某個程度上咧對身體係即係出現咗一啲問題。咁呢個同中醫嘅睇法咧都係比較一致嘅。係咁啊，所以如果大家對於喺脫髮方面呢有任何嘅疑問，甚至乎你會好希望從脫髮呢個契機咧去改善下你身體健康啦，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啦。咁啊亦都係俾你有個決心，因為通常我哋講話唔知點解咧外表咧往往咧比我哋內臟咧係更加我哋會重視多啲，因為內臟出咗嚟嘅問題嘅時候咧，你會除非你會病到好辛苦啦、好痛啦，如果唔係咧，你未必話一時會得起心肝。但係如果你話啲頭髮越嚟越少，你就特別會緊張啲，因為俾人睇得到噶嘛。咁啊，無論係就住有關呢一個今日我哋講呢個話題，其實脫髮甚至乎係頭部皮膚嘅健康問題咧，原來可以同心血管疾病係扯上關係嘅。咁我都有好多數據都係幾有意思嘅。如果你想知多啲，甚至乎你擔心你自己會唔會有真係會同佢有呢個結連嘅關係咧？或者你對於你自己嘅頭髮健康上面你有好多嘅擔心，就係處理過好多次都處理唔到，會唔會處理咗心血管嘅問題有機會係會有一個嘅好嘅改善呢？咁諸如此類啊。咁如果你對於頭髮健康有任何嘅疑問，你想問嘅話呢，都歡迎大家打電話熱線1834204接通咗之後呢，咁我哋會寫低，有機會我哋會聽下聽眾嘅問題啦。另一方面呢，張醫師嘅同事呢，我哋好多聽唔晒嘅聽眾呢，我哋都會喺完咗節目之後呢，佢同事會跟進嘅。打通嘅朋友都會俾翻呢一個免費頭髮測試，有一次中藥外敷療程同埋呢一個養生嘅湯包。電話號碼1834204嘅。從頭出發，主持劉婉芬、張心。好啦，我聽過新聞同埋天氣之後啦，繼續喺直播室咧同阿張心中醫師一齊傾下偈，講下呢個心血管嘅疾病啦，同呢一個嘅脫髮嘅問題嘅有啲咩關係啦？其實都解釋得好多。咁啊，如果啲聽眾對你話你嘅健康啦，同埋你嘅頭髮方面呢，有任何嘅疑問你想問嘅話呢，特別我哋講到心血管疾病啦，如果你真係有需要嘅話呢，仍然都可以打1834204咁啊，牽涉到同頭髮有關呢，兩者如果係有需要嘅話呢，你都可以一齊去同我哋一齊傾。因為呢，張醫生，我覺得點解有啲猶豫啦？因為今日好多朋友聽到呢，佢一定會諗，咁我打嚟係問我健康嘅問題啊，定係打嚟去問頭髮嘅問題咧？覺得其實兩者都可以嘅。如果佢頭髮嘅問題，當然啲法理顧問可以幫佢解答啦。如果佢真係啲心血管嘅問題，我哋都會有啲都可能會轉介去中醫師嗰邊啦，等佢或者係營養師嗰邊咧，可以幫佢咧係處理一下，睇下有啲乜嘢需要可以幫到佢手咯。不過我覺得即係好似佢美國波士頓大學嗰個調查咧，其實係我覺得都係有一定嘅關聯性啦。我哋都講緊啦。咁如果你去發覺自己真係油分分泌好多，嗱，如果你本身自己發覺自己甩頭髮甩得好多，兼且自己有個中央性肥胖，有個大肚腩嘅，而且你通過驗身亦都知道自己係三高症嘅人士，再加上你可能有家族性嘅高危史，係嘛？或者你又好似我咁樣三餐係戒食嘅，又冇膽保食，呢啲就好多。係啦，或者你自己去運動又唔係好多時間去做嘅，咁我覺得都係應該咧係借呢個機會從頭俾自己有個機會咧去正視一下自己健康問題當然甩頭髮係一件小事嚟嘅啫，但係相比起心血管可能隨時隨地會即係攞你命嘅咧，咁呢個嚟講咧就你應該關注到咧更加密切先啱嘅。係，所以通常我都會再加多兩件肉緊嘅地方，就係話有好多人都話最多咪死啫，好多時候心血管疾病咧，你冇咁好彩，唔係砰一聲你就會死，你可能會中風啦，你可能係本身癱瘓啦，我咪講得好誇張，真係太多呢啲朋友都見到好多40幾歲、30幾歲我都成日都講，我喺我屋企附近見到有位男士40幾歲嘅，咁佢都係即係都係應該係中過風啊，而家康復緊，咁都需要人哋，即係佢基本上都冇辦法係一個即係正常嘅一個，唔可以自己出嚟行，自己出嚟行下咁啊，咁我都會覺得即係見到佢咧都。即係會覺得我應該更加努力去宣揚，即係去宣傳，要呼籲大家小心心血管嘅問題咯。咁所以頭先我哋講到有關呢一個大學所做嘅研究，原來有時同脫髮有關嘅一啲嘅表現出嚟嗰啲嘅所謂脫髮嘅問題咧，原來你都可以透視下，可能同你嘅心血嘅疾病咧可以係結連得到嘅，所以要留意你自己健康嘅問題啦嚇。咁如果你有任何疑問，歡迎大家1834204接通嘅朋友咧都會安排翻會有免費頭髮測試，有一次中藥嘅外敷療程，同埋有呢個養生嘅湯包，主要咧就係即係令到你要記住一樣嘢咧，頭髮嘅健康同你身體其實根本上係結合嘅，所以點解要俾個養生嘅湯包大家嚇？咁電話號碼1834204。喺呢個時間呢，不如聽下聽眾嘅問題先好嘛？有位潘小姐喺度嘅，潘小姐你好，有啲咩問題你想問啊？
係啊，張醫師，我咧請教你嘅。係。咁我咧經常頭痛，咁我咧就會成日都用薑水洗頭，薑粉水嘅。咁如果長期咁用，會唔會個毛孔會閉塞咧？咁唔會嘅，你其實你頭痛，你覺得用洗完之後咧，個盤底都有啲粉喺度，係唔會溶解嘅。咁我諗住咁洗係咁淋啊淋啊，都唔會嘅，唔會嘅，你沖得走噶嘛嚇。即係因為其實薑粉嗰個粒子都好大噶嘛嚇，你用眼見得到佢個粒子都好大，所以粒子咁大咧，佢又唔會可以塞到你個毛孔嘅，因為你個毛囊更加細嘅，所以你唔需要擔心嘅。同埋但係你頭皮都係會不斷即係新陳代謝，你嘅角質即係頭皮會脫落噶嘛，咁所以都唔會啦。你其實你揾薑水洗頭，洗完之後沖乾淨佢咯，係嘛，即係都就 OK 嘅啦。但係我反而咧，我聽到阿潘小姐你咁講啦，我覺得因為我哋喺講即係從頭出發咧，以往我哋都講過頭風啦，同埋頭痛嘅關係嘅。其實你除咗用薑水洗頭之外咧，你有冇真係正視過你個頭髮成日都會有頭暈嘅問題？唔係頭髮，你個頭成日都頭痛嘅問題啊？頭痛係。有冇正視過？其實點解會成日都會頭痛？其實我知咩原因嘅，同埋想請咗請問啲人係通常老人家就冇話唔好成日洗頭啊，日日洗頭啊咁。咁你覺得日日洗頭有問題啊？嗱，其實日日洗頭有冇問題，睇下佢有冇咁嘅需要咯。同埋你洗頭會唔會覺得唔舒服啦？嗱，因為有啲朋友咧，佢頭風好嚴重啦，真係佢一洗頭就頭暈嘅。咁我哋接觸過啲個案咧，佢差唔多1個月洗2次嘅啫。即係個頭唔係噏到好似油頂唔順，佢都唔洗，因為佢一洗佢就暈，要暈3日嘅。咁呢啲 case 我哋都處理過嘅。咁但係如果普通正常人，譬如好似我同劉婉芬，我哋差唔多日日洗頭。係，我自己一定係㗎啦。所以我覺得日日洗頭有冇問題咧，就視乎翻佢自己有冇個人嘅需要啊。係啦，佢嘅健康係點樣啦，係嘛等等啦。因為有啲人一洗頭就會感冒㗎。即係有啲比較差嘅體質啦，一洗頭就感冒，一洗頭就頭痛，一洗頭咧就耳水唔平衡。咁呢啲朋友咧，就你當然其實我哋都需要洗頭啦。咁睇幾多日洗一次啦。另外洗頭之前，可能我哋都會建議佢飲下薑水啊，或者係即係有啲溫陽嘅嘢嚇，即係甚至乎煲下啲肉桂茶等等咧，溫咗佢個火，即係夠陽氣啦，佢先去洗頭嚇。甚至乎佢而家其實徹底嚟講，應該揾中醫師調理下身體，係嘛？即係我會好日洗頭咯。咁通常洗完之後幾個鐘頭先會旋，裏邊外面都會乾晒。即係通常話你出邊乾，入邊唔乾透㗎，你唔好話表話好乾啊咁。但係而家有風筒㗎嘛？係，其實你乾得透嘅，乾得透嘅。係，所以反而我覺得頭先即係一路聽你講嘅時候，你就會講到就係有頭痛嘅問題，同埋你都關注到會唔會日日洗頭對個頭唔係幾好。反而我覺得要對症下藥咧去處理翻呢個頭痛。你揾下點解你成日都頭痛咯？可能同埋我聽到頭先阿潘小姐你話你知道自己點解會頭痛㗎？頸椎唔好係。咁你有冇處理過頸椎？又唔係話真係咁難去處理嘅啫。處理緊啊。OK 好。咁你有冇覺得洗咗薑水你又覺得好啲咧？好少少咯。明白。因為其實你頸椎引起嘅頭痛咧，咁其實個問題關鍵喺你嘅頸嗰度啦。咁其實頸椎嘅處理就我呢度即係題外話補充少少啦嚇，雖然唔係關頭髮事。其實頸椎嘅處理咧，你要知道其實你係個骨個關節嘅錯位啊，係你肌肉嘅僵硬啊，一啲頸嘅軟組織嘅老化，明唔明我意思啊？定係你係有骨刺啊？咁你要其實咧針對各種嘅問題咧去處理嘅。但係一般嚟講嗱，講真我唔知你幾多歲啊？譬如好似我去到咁，我自己40幾歲，我頸椎都係有啲問題，因為你電腦用得多啊嘛。咁所以其實好係啦，就50幾歲係啊，都好正常。咁但係頸椎處理完，如果你都係覺得我一洗頭就頭暈啊，一洗頭頭痛咧，咁就已經唔單止係頸椎問題嘅嚇，你明唔明啊？即係係啦，咁所以你要明白咗，你個頭痛係關頸椎事，咁你頸椎處理應該頭痛就會處理咗咯。咁如果你頭痛處理咗，就算你日日洗頭都唔應該覺得係有唔舒服咯。你明啊？好，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嚇，多謝晒潘小姐你電話先嚇，拜拜。咁啊，都係頭先潘小姐講嗰個情況啫，即係我反而係覺得好好奇就係究竟用薑水去洗個頭去浸下個頭，咁其實理論上如果我諗薑就最重要嘅作用就係驅風咯，係啦。咁頸椎同嗰個要驅風，其實有冇兩者有冇？其實薑咧，因為佢除咗係驅風之外咧，其實佢都有啲佢嘅薑嘅一啲嘅薑素啊，啲揮發油咁樣嘅情況咧，即係其實佢係會幫助嗰啲即係毛孔咧擴張啲嘅，令到皮膚表面咧就係充血啦，容易啲紅啲，咁你咪血液循環會好啲咯。加上你係暖水，即係話佢令到皮膚表面嘅血液循環好啲咧，佢就會血氣行得好啲咯，所以佢就有驅風嘅作用咯。係，同埋咧，我好想問翻張醫師，其實你自己咧遇過好多所謂嘅脫髮嘅問題咧，其實你覺得頸椎同脫髮有冇一啲關
關係？一部分，可唔可以解釋一下點解你咁？因為其實嗱，佢有啲頸椎唔好啦，咁導致咧佢嗰個腦供血啦，即係頭部嘅供血會差啦，咁然後就甩頭髮嘅都會有，但係一般呢啲咧就已經係去到年紀比較大嘅。如果你自己係頸椎唔好即係導致甩頭髮啦，咁應該除咗甩頭髮之外，你有其他嘅症狀㗎啦。通常就會頭暈啦，係啦，甚至乎視力會下降，可能有啲人視力會下降啦，眼睛覺得好攰啊，或者你會有頭部其他不適嘅症狀，或者你可能甚至乎有天旋地轉啊，甚至乎有耳鳴啊等等。即係話頸椎引起嘅脫髮，一般唔係只係脫髮嘅，佢係兼埋其他嘅症狀。因為我哋都講頭髮係最尾嗰個部分嚟嘅，你一定係會有其他嘅症狀出埋嚟，然後佢再唔理佢啦，再進一步連頭髮都唔夠營養啦，但係所以我哋講甩頭髮唔會只係頸椎問題咯，係因為點解我咁樣問呢？即係我有時都會體會得到咧，有時我自己做 facial 咧，其實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嘅個美容師咧，佢都會做一個動作咧，就按肩頸嘅。咁成日都覺得就係話，如果你嗰個肩頸個供血啊、營養嘅情況咧，冇辦法係能夠送得好嘅話咧，其實你皮膚點樣搽喺面頭上面咧，都冇辦法吸收得到。咁我真係諗下，有啲朋友如果假設佢有頸椎嘅問題，會唔會都影響佢有脫髮，甚至乎個油分會多啊？因為個循環都係比較差，會唔會有呢啲可能咧？通常對一啲嘅年紀大嘅女性啦，或者即係啲長者啦，咁亦都血氣比較差啲啦。咁佢又多數就係頸椎可能有退化啦，或者係我都講緊佢除咗係頸個椎骨之外，佢嗰啲嘅軟組織嘅老化啦，導致血液循環差啦。咁呢啲朋友咧，佢有機會咧就係對脫髮上咧係會會更加加重咗嘅，有可能嘅嚇。特別如果佢講翻佢除咗脫髮之外，頭風啦，本身有頭風嘅朋友，我差唔多80%-90%頸椎都唔好噶啦，係有相連嘅關係嘅。OK， 咁啊，如果啲聽眾對於你話嘅究竟點解會有脫髮嘅情況啊，甚至乎點解你嘅頭部皮膚咧出現咁多以前冇出現嘅頭髮嘅問題啊，例如話會好多頭皮屑啦，會好多頭瘡仍然都係喺呢個頭髮上邊，喺個頭上邊啊，或者你覺得咧，譬如以前真係會冇咁立過，點解立咗咧？如果你有呢啲咁嘅問題，有時係源於個比較，以前冇而家有，或者不嬲都有嘅，咁要點樣改善咧？會唔會仲難咧？仲棘手咧？咁我覺得唔需要你咁多，只要你覺得係你有心意去解決去處理嘅問題，係有關個頭有關啦，你都可以打嚟問嘅。電話號碼1834204，1834204。接通嘅朋友都係頭先講咗好多次啦，都會安排翻有頭髮嘅測試，有一次中藥嘅外敷療程，同埋有一個養生嘅湯包送翻俾大家。發問專線1834204。從頭出發，主持劉遠斌、張心。好啦，咁嚟啦，繼續聽下啲聽眾嘅問題嚇。電話號碼係依然開放，去到6點前呢，你都可以打1834204，1834204。咁啊，如果打通嘅朋友都係安排翻有頭髮測試，有一次嘅中藥外敷，同埋呢一個養生嘅湯包嘅。1連2個禮拜呢，我哋都會講到有關真係有啲嘅，譬如同病有關，而有對個頭髮方面有影響嘅一啲嘅問題嘅，包括咗我哋今個禮拜講嘅心血管疾病啦，甚至乎倒翻轉頭講啦，你透過睇到你自己脫髮嘅問題呢，都可以了解到會唔會同個心血管其實都有啲嘅相關嘅問題，你要留心咧咁。下個星期咧就會講前列腺嘅問題嚇。其實如果你講前列腺，一定係同男士嘅脫髮有關嚇。咁如果你有需要嘅話，留心住。咁啊，如果你你想去了解多啲自己嘅問題，可以點樣解決嘅話咧，1834204接通咗嘅朋友咧，都會安排翻有一個嘅養生嘅湯包會送翻俾大家嘅。喺呢個時間呢，聽阿邱小姐嘅電話。邱小姐你好嘛？邱小姐。你好，係有咩問題想問下張醫師？邱小姐，我嘅頭髮咧就比較稀疏，同埋變幼，同埋咧嗰個油性比較高啲，即係例如我今日洗完頭啦，我瞓醒聽朝咧，佢又好似較為油一啲啦。係明白，頭髮稀疏同埋變幼，仲有就係比較立啲嘅頭嚇。係，邱小姐，請問你今年幾多歲啊？57歲啊，咁你停咗經幾耐啊？2年到啦。2年到啊，咁你覺得你頭髮嘅即係髮質嘅改變同埋頭皮嗰啲油分嘅分泌增加咧，係咪你停經之後會明顯啲啊？好似係變差咗，因為之前唔算好噶，咁啊之後好似而家依兩年係明顯又差咗啦。係啊，其實咧就女性咧就你知道啦，因為有月經嘅時候咧，其實就我哋代表我哋嘅女性荷爾蒙咧，依然喺身體入邊咧有一定嘅水平啊。咁其實女性嘅荷爾蒙咧就係正正咧亦都保護我哋頭髮嘅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咁所以我哋大肚嘅時候咧，女性懷孕大肚咧，基本上就唔多甩頭髮，因為啲荷爾蒙就好勁嘅。咁啊生完個仔之後，啲荷爾蒙低翻咧，先開始脫髮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去
到更年期啦，或者更年期之後啦，你嘅女性荷爾蒙咧個水平咧就係急劇下降啊。咁所以呢個水平荷爾蒙一低，女性嘅激素一低咧，你就冇辦法再保護到個頭髮。咁所以導致咧你嘅男性荷爾蒙就好似即係相對高咗啦。咁所以而家嘅油分咧就會多咗。咁其實差唔多咧都有成3-4成嘅女性咧喺停經之後咧會有即係更年期之後咧個甩頭髮嘅症狀咧係明顯加重嘅。咁佢最主要嘅症狀咧就係話發覺頭髮變油咗啦，頭頂開始脫髮啦，髮質變幼啦，油分增加啦，甚至生得好慢啦嚇。咁啊甚至乎皮膚嘅油分都多咗嘅喎。咁呢啲咧即係種種咧都係因為你嘅女性荷爾蒙咧就係低咗咧係有關係㗎。咁所以我想問下阿邱小姐，其實你喺呢一個2年裏邊咧停咗經之後咧，你自己有冇一啲嘅中醫師幫你好好咁樣調理下身體，甚至乎係比較早嘅時候就已經開始做緊呢個部分㗎？冇㗎。都好少理自己嘅。其實話停就停經啦，係咪？冇乜點樣理佢。佢就停得 OK 嘅，即係唔會話好亂龍啊，好辛苦又冇嘅。不過所以我見咁冇乜事，我就冇乜點樣特別去處理啦。係啦，嗱呢個咧亦都係大部分婦女咧係唔了解嘅。其實咧更年期綜合徵咧，其實佢可以引發嘅症狀咧係有成幾十種嘅。咁包括就係咩咧？嗱，當然潮熱出汗失眠啊呢啲咧，大家都聽嘅。但係呢個只係其中嘅幾種。嗱，一般嚟講咧就係佢會有可能有啲人會有情緒問題啦，情緒會低落啦，有啲人會骨質疏鬆，有啲人咧就係會脫髮，有啲人咧就會皮膚乾燥，有啲人咧就會佢會覺得心血管疾病啦，有啲人血糖高啦，有啲人咧就係話佢嗰個甚至乎陰道覺得好乾啊，眼睛覺得好乾啊，身體嘅一啲黏膜嘅地方咧就係因為液體太少咧，導致佢退化得好快啦，明唔明啊？所以我哋講緊就係叫更年期綜合症。你冇乜唔舒服嘅症狀，只係冇乜潮熱出汗呢一部分啫。一般嚟講，嗱其實你開始有呢個頭髮嘅即係嗰個嘅有啲脫落嘅情況咧，都係屬於更年期綜合徵嘅其中一種。不過可能你身體都比較好啦，咁你表現得一個係最輕強㗎啦，即係只係甩頭髮啫，其他暫時未有㗎啦。但係有可能咧過2-3年又會新嘅一啲嘅症狀，希望你唔好出現啦。但係亦都有機會突然之間點解隻眼乾得咁緊要嘅，即係一啲淚水好似唔見晒嘅咁樣。咁呢啲咧其實都係一個更年期症狀之後咧，佢同你荷爾蒙不足。呢個問題都開始出現咯，係咪啊？係啦，明唔明啊？即係話，所以我講緊就係叫更年期綜合徵，係有幾十個 item、幾十個類型嘅，唔係個個都係潮熱出汗嘅。同埋唔係話即係話係一個出完之後到下一個㗎。其實佢可以有時候會係幾個一齊同時間出現。係啦。咁譬如話嘅，張醫生好似阿邱小姐咁，你會建議佢要點樣處理啊？我諗幾個部分啦，頭髮嘅處理咧就一定需要啦，因為你唔理佢越甩越多㗎，頭頂開始會甩得好多啊。但係你及早處理嘅話咧，佢嘅情況咧會改善嘅，會改善啦，會停落嚟啦，唔再甩同埋再會好翻啲㗎嚇。咁呢個階段啦。咁第二部分我都覺得建議你可以去睇下中醫，你唔需要長期食藥啦，即係長期食藥亦都冇必要。我成日都覺得更年期綜合徵咧就係話即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即係話佢嚟乜我就處理乜咯。譬如佢而家有脫髮，我可能係食一段時間，佢改善咗啦，我又唔食咯。如果佢眼乾嘅，我哋快啲去補下個肝啦，即係補下養下個肝嘅水啦，咁你眼睛又會好啲。如果唔係你唔理佢，佢又退化㗎。即係所以嗰個狀態咧就話佢出現啲乜嘢，我哋可以針對啲乜嘢。因為你就算你問我自己，譬如我自己媽媽啦，佢更年期佢都成56歲先停經嘅，咁佢都冇乜潮熱嗰啲嘅，但係佢停經之後咧就係明顯就係關節痛啦，膝頭哥變形啦，咁然後咧就即係嗰個同埋嚟講咧就都有甩頭髮啦咁樣，咁但係其他嘢佢冇乜嘅喎，咁我就話其實你可以係出現啲乜嘢你處理啲乜嘢咯，因為冇人係可以連續幾年食中藥㗎，連續幾年之後冇人，即係冇人同埋都堅持唔到嚇，所以我嘅自己嘅睇法就係話佢出現啲乜嘢你咪出去處理佢，但係你唔理佢咧，佢係會越嚟越差嘅。所以頭先我點解會問阿邱小姐，你會唔會有中醫去睇下咧？因為我好相信咧，好多朋友咧就照顧人哋咧就好叻嘅，但係照顧自己就好渣。揾翻我哋做女人咧，揾翻個自己嘅家庭嘅醫生好重要。你要一個家庭嘅中醫，一個家庭嘅西醫，呢個咧對你一生嚟講都係好重要嘅一部分嚟嘅。所以邱小姐一定要。我都想啊，真係。其實可以嘅，問下你身邊嘅朋友有冇介紹啦，都可以㗎。咁啊，你今日咧打到入嚟我哋電話熱線，當然會安排翻一個頭髮嘅測試俾你。咁你可以自己睇到喺個放大鏡睇到咧，你個頭髮嗰個毛囊啊，究竟嗰個頭髮生長嘅情況係點樣啦？仲有一次中藥嘅外敷療程一次俾你，咁你咪可以又感受一下用中藥嘅外敷有冇一啲嘅感覺，好似都幾好咁。同埋咧就會有一個養生嘅湯包，呢個湯包咧都可能係成為你第一次你比較接觸多啲中醫嘅第一步嚟嘅，又多啲你其實如果你覺得呢個湯包好嘅話咧，你可以自己執翻
翻，即係攞嚟執都得噶嚇，攞去藥材鋪嗰度執嚟飲下又可以啦。咁啊可以試下嚇，希望你可以揾到自己嘅家庭中理，好冇？係 OK， 好，多謝晒邱小姐嚇。咁啊，其他朋友都係，雖然我哋嚟到差唔多接近6點鐘嘅時間，咁啊，如果你真係對於頭髮健康上面你有你自己困擾嘅問題，你需要嘅話咧，依然可以打我哋電話熱線嚇，1834204，係1834204咧。當然係即係呢啲電話，我哋唔會就咁抌咗喺度，我哋要有人跟進，就係完咗節目之後即刻第一時間跟進㗎啦。咁啊，希望安排翻一個免費嘅頭髮測試俾你，你咪自己去了解下你嘅情況係點樣咯，同埋好想咧透過呢個機會咧多啲知道，其實中醫去睇頭髮健康咧，其實唔係淨係單純一個頭部㗎，其實一個人嘅一個整個身體嚇。咁啊，電話號碼1834204，下個星期同樣時間5點到6點咧，繼續會同阿張心中醫師又從頭出發啦。係，OK，拜拜，拜拜。發問專線1834204。從頭出發，由德善健髮贊助播出。